OK。下一球。拉起来一口气，拉起来一口气。认真好累 ，I'm so hungry。走啦，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这是我的小桌报名单。他们的海鲜都很新鲜又大碗，也很好吃。哇 ，crab stick, shrimp, clams, squid, oyster。他们的芋头粥也很好吃，然后芋头每天现炸。OK。下一球。这间面也是便宜又好吃啊，必点的有干面啊、炒手跟溏心蛋那些。Let's go。这个面很 Q。你知道在彰化24小时都吃到空肉饭吗？ I know. I taught everyone Kongo Fan in English last episode. 看看这个肉，控成这样。看看这个肉，控成这样。好好吃。I can't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this low pop one. 吃饱了，进场看球吧。